神交阮三角地内，互阮通伫今日内面会当将完全的敬拜甲学乐拢献上互你。主啊，你伫阮的中间设立你的宝座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知影你就伫遮，互阮通知影阮敬拜的是一位真实的上帝。主，我嘛来祈祷，求你来看顾你的平安，赐落伫一节牧师、姊妹牧师因伫野柳的礼拜，甲因三角地内，互阮教会遮的青年、遮的夫妻，拢会当伫遮的旅游的期间来甲你相拄，嘛通得到你的恩典甲福气。阮将今日的礼拜交托你的圣手，求你来引带、带领、充满每一个兄弟姊妹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上帝引带咱一礼拜久，拢得到平安。伫今仔圣日的时阵，咱组织直接要来敬拜伊。伫要敬拜的代志，咱先来串联信息。请咱先开信息67首。我心俄罗上帝，这是一首真水的歌，自然俄罗上帝，咱人嘛要俄罗上帝，67首。
我要时时学老摇花，学老摇话，要常常伫我的喙。我的心情要因为摇花来开口，谦卑的人听去也要欢喜。恁甲我着学老摇花做大，写甲尊伊的名最悬。请咱来吟信诗学老，信诗第67首，信诗67首。我心学老上帝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咱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，请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要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搭身体的总分头。我以新的诫命给你，就是恁要相听。亲像我捌听你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即人要对你知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来到读启文第13篇，启文13篇。咱三个来起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。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，我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尔。你到你讲话时，显明做伊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。你所爱的是信赖诚实。求你用牛切草洗我。求你洗我。
求你，互我得到听喜欢喜快乐的声。求你黄你的面，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，互我创造清气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价值的人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唇，因为你无爱祭物，若爱我就要献。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心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赐予阮这个主日的早起，阮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，向你献上敬拜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是听阮的天父，阮的心有满满的感恩。感谢你赐阮平安，互阮全家拢当得到你的保守。主啊，虽然阮有真侪时阵无听你的话，有时行伫自私自我中心的道路，恳求主赦免阮的过犯，清去阮的心，互阮重新得到快乐，行伫你的旨意中间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今仔日主日的礼拜来祈祷，愿圣神运行伫阮的心中，互阮每一个人安静的心，听会得道理的健康，会领受你的话。求主使用今仔日徐夏斌牧师所传的道，互人悔改，会当得到安慰，信心愈来愈坚强。阮也要为着教会内的兄弟来祈求，为身体软弱受苦的，求你医治；为心内烦恼的、惊的，求你赐平安；为所有服侍的人，求你赐智慧甲快乐；为青少年、婴仔、老大人，愿主的疼时常甲阮大家同在。阮也要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来祈祷，求主赐公义、和平，互掌权的人敬畏你。互百姓会行真理、行仁爱。主啊，愿阮的敬拜会当得到你的接纳，愿你的名得到荣耀。愿咱的恳求、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祈求。阿门。唱歌队要学录的诗歌是：这是天父世界。
我心阿罗上帝，亲前正行无退。耶稣甘愿为咱献祭，互天甲地成一体。我心阿罗上帝。领受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诗篇133篇第1节到第3节。请咱来看周报面有印，咱做伙来看，我来公读。诗篇133篇第1节到第3节。看，兄弟好好，三角徛起，是何等的好，何等的安乐。这通比拼，迄个贵气的油。天伫头壳顶，流到喙手，就是阿伦的喙手，佮流到伊的衫躯，也通比拼，迄门的露水落伫锡安遮的山，因为伫遐耶和华有定着祝福，就是永远的活命。今日进度，咱许牧师要进度题目是兄弟好好，三角徛起，咱时间交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永庆长老教会科下兵牧师。我是义杰牧师的好朋友，嘛是咱建成教会的好朋友。因为义杰牧师大家拢讲，我们建成，我们有爱啦吼，所以我嘛受到义杰牧师甲建成教会侪的听吼。今日特别要用这个诗篇133篇，要甲大家做伙来学习上帝的话吼。唔知影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伫教会的内面，伫咱兄弟姊妹的中间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甲人的关系是好也是歹？你伫教会的内面，你看到这兄弟姊妹，你是真欢喜，还是心内有真侪的怨恨甲艰苦咧？今日这个诗篇133篇是咱常常读到的经文。这个经文常常互人提起来思考，来伫查经班也是小组团契内面，三甲来分享。其实今日这个经文特别是要互伫上帝内面立约的群体的一个劝勉，要来劝勉咱遮的朝圣者，爱互相来珍惜。爱相甲来帮衬，爱相听，咱爱有一个真义吼，好参像是亲像兄弟安尼共款的听。朝圣的这条路程是一个结伴同行的路程，特别好参像我甲咱教会咱的义杰牧师，阮就是伫新学院的时阵熟识，迄个时阵是2013年。到即马已经2025年啊呢，阮的即个真义吼，差不多有10几年的时间。阮即马嘛好参像是好兄弟、好同伴共款。阮伫信仰的内面，阮伫生活家庭的内面，若是有啥物困苦艰难，阮会互相来彼此来鼓励带导。我拄则来到咱建成教会，我嘛迄一张相片，我就传互义杰牧师。我就甲讲美丽的建成教会，伊嘛迄一张伊睡眼惺忪的一面，伊嘛敢若要开始要来礼拜。你知影伫即种朝圣的路，甲军队上帝的路的内面，有一个兄弟同伴、兄弟姊妹通相甲来扶持，迄真正是偌尔啊水的一个过程。但是我嘛要做伙来思考，伫咱现实的教会生活，敢真正是安尼咧？咱伫教会的同伴的内面，咱敢真正有一个相听，有一个彼此来体贴、体谅的生活，或者是讲，咱有的时阵真正会彼此看袂顺眼的，会不顺眼。有的时阵嘛会真正生气，气甲连教会拢无想要来啊！敢会安尼呢？其实咱毋免歹势来回答，因为真实的生活就是安尼啦。
咱会当讲，其实伫教会内面有诶时阵，咱会真无爽快；伫教会内面有诶时阵，咱讲话诶时阵，会互彼此来感觉真无欢喜。我要讲，这是真正常诶，因为咱知影喙齿甲喙舌遮尔啊活，有诶时阵嘛会去夹着诶时阵，敢毋是安尼？咱行路诶时阵，有诶时阵正骹嘛会去踢着倒骹，敢毋是安尼？会来跋倒，这就是咱诶生活，咱真实诶生活就是安尼。有诶时阵，咱伫教会内面，咱嘛会安尼感觉，就是对啦。无好斗阵诶人有够济啦，遮诶人吼，真正互我诶心足疼诶，足无爽快诶。我敢若想要去听遐古锥诶人，有疼心诶人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今日即个经文呢，是要互咱对咱爱对遐有古锥、有会当欢喜诶人来相甲徛起嘛。同时是对遐无古锥的人，会互咱有野心的人，对咱来讲爱甲因来相甲徛起。所以今日咱爱做伙来思考吼，即个相甲徛起吼，和睦同住吼，容易嘛？兄弟姊妹，敢有简单？其实无遐尔啊简单呢。我想到即个经文，我就咧思考，我自细汉，我就甲我的阿兄。住共一间房间啊！我的阿兄吼是一个无清气的人哦，伊足乱的啦。啊，我无遐尔啊整齐吼，但是我会至少迄桌啊，我会拭吼，啊棉被我嘛会放互好。阮阿兄吼，伊垃圾甲吼，哦，歹势，我很真实哦。伊垃圾甲伊的枕头哦，生香菇呢，你知无？迄就是迄头壳足油的嘛，无洗头啊，迄枕头迄嘛歪歪，有生香菇呢。啊，我会记阮阿兄吼18岁的时阵吼，伊就学歹哦，伊就偷食薰。啊，伊偷食薰哦，去外口食无要紧，半暝哦，伊伫房间食薰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阮是住迄种上下铺，你知无？上下层哦，我住顶悬呐，啊，伊住下骹啦。伊在下骹偷食薰啦，啊，咱嘛知影薰会烟会安怎对顶悬来浸嘛？迄烟就浸来顶悬，我就安尼，我就困到半暝都精神安尼，因为伊甲我偷食薰，我足生气的，我气甲安怎你知无？我就伫眠床顶安尼，啊，伫咧顶悬甲骂安尼，啊，但是毋管怎讲哦，伊永远是我的阿兄啦，我即摆甲伊的感情嘛真好啦。啊，毋过人生就是安尼咧，和睦同住吼，要相甲徛起，敢遐尔啊简单？无遐尔啊简单啊！但是上帝话甲咱安尼讲咧，上帝甲咱讲，人若有人讲我听上帝，佮怨恨伊的兄弟，伊讲这个人就是讲白贼话啦。上帝话甲咱安尼讲，伊讲听上帝的人。也着听伊的兄弟，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啊！兄弟姊妹，上帝话就是遐尔啊有气力，要来调整咱的生命，调整咱的思想。所以今日咱要来思考这个兄弟和好相甲徛起，敢遐尔啊简单？无遐尔啊简单。所以大卫才写这个诗篇，要相甲来劝勉咱。所以咱今日做伙来思考，和好是啥物呢？和好是啥物意思？伫圣经的内面呢，和好，好，伊当掉啊，无要紧。伫今日的经文，咱看到第2节的经文就甲咱讲，伊讲，这通比拼迄个贵气的油，停伫头壳顶，流甲喙鬚，就是阿伦的喙鬚，佮流甲伊的衫阿句哦，兄弟姊妹。这个经文吼是出伫倒位呢？这个经文是出伫利未记第8章。利未记第8章在讲啥？利未记第8章是一个祭司的条例，是伫描写阿伦受膏抹，成做上帝的祭司啦。兄弟姊妹，这就讲这好通比拼是迄个
贵气的油倒伫头壳顶。你思考一下，油倒伫头壳顶，高抹阿伦吼，真做祭司。迄个油对头壳顶安尼流落来，流到倒位咧？流到喙鬚啦，流到喙鬚，还佫滴落来，滴到三句，拢是迄个贵气的油安尼流落来。咱知影，即个比如描写是阿伦受膏抹，真做啥物身份？祭司，真做是祭司。所以我要讲哦，祭司吼是啥物人？祭司即个身份是上帝特别设立的一个身份。祭司的工课是啥？祭司的工课就是徛伫上帝、徛伫人的中间，伊来代表人呐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创啥？献祭，献迄个赎罪祭、和好的祭。伊献祭、献礼物，互上帝。祭司即个身份嘛，代表是上帝，敢若徛伫人甲伊的中间，来接受人上帝献的迄个礼物甲祭司。这是啥？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毋对，我最歹，求你赦免我。下面我才会过世，互我通性命通洗互清气，会当佫真做比说佫较白的人共款。嘛代表是上帝敢若接纳人伫上帝面前迄个献祭，上帝就使伊的赦免临到人的身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知影即个经文就是咧讲祭司的一个受膏抹的一个经文，这表示是啥呢？表示是祭司伊的身份、伊的工课，就是互人甲上帝通和好。祭司的身份就是互人甲上帝会当和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讲和睦是啥？和好是啥？和好起去，伊是一个身份呐。和睦就是一个职分呐，好参就是祭司这个职分，因为咱知影祭司的工课就是互人甲上帝和好，敢不是安尼？祭司的身份就是安尼啊。今日这个经文就讲，咱看到兄弟和好三角徛起，这通比平是迄个贵气的油停伫头壳顶，流到喙鬚，搁流到阿伦的喙鬚，搁流到伊的三阿姑相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知影。和好就是一个职分，和好就是一个职分。当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活出迄个和好三角徛起的生命的时阵，就是活出上帝所设立这个祭司的职分相款。当咱活出迄个和好的生命的时阵，咱就是活出上帝的呼召，互人甲上帝和好的这个生命。咱知影祭司真正是一个神圣的呼召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但是有缘哦。当咱活出迄个和好的生命的时阵，这嘛是一个真正神圣的呼召，敢不是安尼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和睦和好就是一个职分，这是一个上帝所设立的职分。当咱若是活出这个和好的生命的时阵，咱就是进入伫上帝这个荣耀荣光的呼召的内面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伫马太福音第5章，咱拢真熟悉这个经文。伊讲，互人和平的人是有福气的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。伊讲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因要称做是上帝的囝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问你，咱敢是毋是上帝的囝儿咧？是吧？咱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咱应该拢是上帝的囝儿啊。这个经文甲咱讲，互人和平的人是有福气，
因为因拢要称作是上帝的囝儿，咱拢是上帝的囝儿。这表示啥？伫咱的内面有会当互人和平的迄个困难，因为咱拢真做是上帝的囝儿。因为这个经文讲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是上帝的囝儿。既然咱拢称做是上帝的囝儿，所以咱的内面一定有一个困难是会当带来和平的人。咱是会当带来和平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我要安尼讲，咱的内面拢有一个和睦的困难，咱的内面拢有一个和好的困难，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儿。但是为怎样伫咱的生命、生活、教会的内面，阁有遐尼侪冲突，阁有遐尼侪无欢喜，有侪的痛苦甲艰难，因为咱无将生命内面迄个会当互人来和平的困难提出来用啦。咱内面已经有一个和睦的困难，咱袂使藏伫生命的内面，咱爱家己提出来用，提出来用。兄弟姊妹，今日这个经文第20就甲咱讲，和睦就是一个积分，咱每一个人拢得到这个积分，因为当咱活出迄个和睦的时阵，咱就会当来互耶和华上帝来欢喜。咱刷来看这个经文，来我刷来吼，跳来一个吼，刷来咱看到这个经文第3节安尼甲咱讲，伊讲这个经文佫刷来甲咱讲，这佫通比平时迄门会落水，落伫锡安遮的山，因为伫遐有耶和华定着祝福，就是永远活命的福气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这个经文有一个山叫做迄门山，佫有第2个山叫做锡安山吼。咱需要伫地理位置来思考这个经文到底是要甲咱讲啥吼？这个相片吼，就是迄门山，迄门山吼，你敢有看到迄门山顶悬拢是啥？拢是雪吼，所以伊是一个落雪的山吼。迄门山吼，伊是常年吼拢落雪，所以伊是365天哦，伊遮拢是落雪，所以咱会当知影，伊是一个湿气真重的山啦吼。但是吼，今日的经文是一个要去耶路撒冷雕城所写落来的经文，所以咱爱了解吼，伫耶路撒冷吼雕城的这个季节的时阵，是一个真打扫的季节，是一个干燥的季节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当众人行耶路撒冷的时阵，伊是一个真打扫的季节，所以人会安怎？会喙焦，人会安怎？会流汗，会真烧热，就敢若即马咱热天共款。咱拄则来教会的时阵，有的人坐客人车，有的人坐捷运，有的人行路。行路的人拢知影，咱行到教会门口的时阵，拢大粒汗、细粒汗，敢毋是安尼？咱来到礼拜堂的时阵，才有7、8台冷气，安尼开始吹，咱就感觉真安怎？真爽快，真舒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经文要甲咱讲啥呢？伊讲吼，伫耶路撒冷雕城的迄个季节是真烧热的啦，是真艰苦的啦。但是呢，迄个地理位置安尼甲咱讲，恁看一下吼，这个地图安尼讲，迄门山伫倒，迄门山伫遮。吼，我伫北边哦，上顶悬。啊，锡安山伫倒咧，伫下骹即个所在啦。所以你爱知影吼，这边吼是湿气真重雪山呐。这边吼是真烧热吼，真打扫的所在。啊，这个经文的意思是甲咱讲啥呢？伊讲吼，这地中海有无？有看到地中海无？伊就讲伫这个朝圣的季节的内面吼，兄弟若是和好，相甲徛起，
就好参像是地中海有风，把迄个湿气吹来黑门山，北边阁有北风，将风安尼对即个吹落来，将迄个湿气吹到锡安山才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互你了解，本来伫即个朝圣的路是一个真打扫、真苦干、真无性命的一个情形。当人若是好好三角徛起，上帝好亲像是互迄个风湿气吹来迄门山，北风阁吹过来，互朝圣的人性命得到滋润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帮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经文第20要甲咱讲啥？伊讲和好和睦，会互咱带来性命啦，会互咱带来滋润，来带来帮助。和好会当互原本要高大的性命，无得到滋润、无性命的人生，通得到福气，通得到性命。会当安尼讲，原本应该是一个无愿望的性命，要死去的性命，无可能的性命，无快活的性命，无愿望的性命。因为有人看重和睦，伊爱和好，伊就愿意来改变家己，愿意放落原本家己看重的真理，愿意放落家己的受伤的迄个情绪，愿意放落一切的公平正义，敢若为着上帝的旨意，敢若为着看重上帝的话语，敢若愿意看重上帝伫十字架顶迄个牺牲的疼，迄个救赎的疼，伊看重这一切，伊选择要去和好。当伊选择去和好的时阵，就带来黑门山的甘露，带来黑门山的迄个露水，淋到伊的性命。迄个北风吹去，或者调往上帝的人，军队上帝的人，通得到这个水分，这个露水，来得到滋润。人生有一个性命和好伫伊的内面，兄弟姊妹，和好会当互人伫死亡的中间，搁一摆活起来；和好会当互一个死亡的性命，搁一摆有愿望有可能。兄弟姊妹，和好会当带来性命，嘛会当带来迄个永远的活命。这就是大卫照着圣经要甲咱讲的，伫以弗所书的内面就安尼甲咱讲，因为伊互咱会当和好，伊互咱和好，嘛会当拆开咱人甲人中间迄个关关的墙啦。兄弟姊妹，续来咱继续来看经文，安尼甲咱讲，好，伊个困去啊，伊个。好，一个，咱续来看第1节圣经文，经文第1节安尼甲咱讲，第1节伊就讲，第1节就讲，看兄弟和好，三角徛起，是何等的好，是何等的安乐。兄弟姊妹，这有一个经文讲，看是啥物意思呢？看应该袂遐尔啊细声，歹势哦！我即摆要较大声一个哦。看应该是安尼，看有周边的人应该拢有听过，班长拢会安尼讲，注意有对无对歹势较大声哦。看啊，就是这种意思。看的意思就是注意，爱吸引咱的眼光啦，爱互咱的心来了解是一个。引起人注意的话，看就是这个意思。咱知影哦，你若是去
拍开这个圣经集，你就知影诗篇133篇是啥人写的，是大卫所写的诗篇。头前就讲这是一个上行之诗啦，上行之诗就是一个朝圣朝圣的时阵所写的，嘛是一个伊要讲兄弟和好的一个诗篇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要知影133篇是大卫所写的。我就在思考，大卫为怎样会写一个关于和睦兄弟和好的诗篇哦？伊为什么要写这个诗篇呢？我就开始在思考，我就想到大卫伊甲人的关系是好也是歹的。我就在开始在看圣经，我就想到大卫伊拢总有8个兄弟。圣经讲伊的老爸耶西生了8个兄弟吼，大卫是上细汉的。咱知影大卫甲伊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好也是歹。我真歹来理解，但是我若是拍开圣经来看，我就知影，咱知影撒母耳来到亚西因的厝的时阵，伊要找迄个扫罗王刷来迄个王，伊要高丽君王。咱知影亚西就叫伊的囝拢出来，伊就讲毋是即个，毋是即个，毋是即个，毋是即个。伊问到落尾就讲，你敢阁有囝咧？亚西安怎讲呢？亚西是雄雄才想到啊，我阁有一个囝，伊在顾养，是毋是？圣经是安尼写的无？所以咱来理解，奇怪的，做一个老爸哪会袂记伊的囝在倒位？做一个老爸哪会袂记伊阁有一个囝？这是一个足奇怪的代志。而且大卫甲伊兄弟的关系好也是歹？咱看到有一日圣经安尼记载讲，亚西叫大卫来，叫伊摕物件、摕食物去军队遐，互伊的阿兄通食。你敢会记这个经文？这个经文就在讲，歌利亚甲以色列人在征战、在修整的时阵，伊的阿兄就在上前线。亚西叫大卫摕食物去头前，互伊的阿兄。敢若这是啥？这就是闹军嘛，吼对无？去头前互伊阿兄。但是咱嘛看到经文，当伊的阿兄以利亚看到伊的时阵，伊是安怎讲？伊是讲：你来遮创啥？你的羊，你放在遐创啥？我知影你来遮是要斗闹咧，你敢若想要看好看遮有诶无诶啊？尔，咱看到经文，伊的阿兄是安尼甲伊蕊骂呢，是甲伊安尼，所以咱会当了解，其实大卫可能甲伊的阿兄关系无讲介好。咱过来思考，大卫甲伊的头家关系好无？咱知影伊的头家就是扫罗王嘛，对无？因为伊是替扫罗王做代志的，弹琴、做迄个军队的军长。咱知影扫罗王因为嫉妒大卫，所以想要创啥？想要甲杀死呢？伊一直想要甲大卫王杀死，所以咱知影大卫一直走路，一直走路，一直走路。伊甲伊头家的关系嘛无讲介好，伊甲伊朋友关系好无？咱知影伊上好的朋友就是约拿单，伊甲伊的上好的朋友，因为伊朋友的老爸就是扫罗啊，就是扫罗，因为扫罗要杀死大卫，所以伊嘛被迫甲伊好朋友的关系有一个撕裂，有一个甘苦心。咱继续来看，大卫甲伊的囡仔的关系好还是无好？其实嘛无好，因为咱知影伊的大囝暗论做歹代，甲伊的查某囝做遐垃圾代志，结果迄查某囝他嘛的阿兄是押沙龙，就杀死暗论。结果这个代志，互大卫真痛心。大卫就甲押沙龙，伊就走去。伊真痛心，他很爱押沙龙啊。但是因为押沙龙杀死大囝暗论，伊就
不见押沙龙呢，伊就不让押沙龙见他的面呢。虽然讲伊真正疼伊的囝，但是伊对这个代志，伊拢无讲任何的话。伫圣经的记载，大卫敢若哭，拢唔敢去面对伊家庭的失败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大卫甲人的关系，其实无讲介好，但是大卫确实伫伊的生命的内面，伊嘛真骨力、真努力去选择要来和好，要安怎安尼讲咧？咱知影，其实大卫有2届机会通杀死扫罗王，但是伊讲要杀死，无呢，伊要甲杀呢，因为伊讲伊袂当安尼来得罪上帝，伊选择和好，而且当伊的囝押沙龙反叛伊的时阵，伊走路的时阵，伊嘛甲伊的灵神讲，恁袂当对押沙龙来任何的手段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和好是啥呢？和好其实是一种选择呢。和好是一种选择。和好毋是公不公平的问题。和好毋是问题有解决也无解决的问题呢。和好其实是一个咱敢有愿意要安尼选择来做的问题呢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嘛安尼甲咱讲，若是会当，咱总是爱尽力来选择甲人来和好。兄弟姊妹，和好徛起，敢遐尔简单？无简单呐！但是和好是选择的问题，和好会当互咱带来生命，和好嘛是一个积分。会当互咱进入到上帝的呼召的内面，兄弟姊妹，和好毋是委屈，和好嘛毋是牺牲，和好嘛毋是勉强，和好是咱知影上帝的意思，关过咱的意思，和好是咱知影上帝的道路，上帝的意念，关过咱的道路，关过咱的意念。兄弟姊妹，伫你的生命的内面，伫你教会的生活的内面，伫你处理的生活内面，敢有一段关系，互你真艰苦心，互你真痛苦？有可能是你甲你兄弟姊妹的关系，有可能是你甲你老爸老母，还是甲你囝儿女的关系，有可能是你小组团契某一个人，伊一句话，捌互你感觉真痛心、真痛苦。这个过程，这个记忆，其实几若年啊呢？军队你几若年啊？毋是1年、2年、1个月、2个月，有可能是10年、20年、30年。你一直拢互这个艰苦踢掉你的心，互你大概想到你嘛真无爽快。今日透早，咱将这交伫上帝的手，好无？可能咱无法度选择来和好，但是咱求上帝来帮助咱，通踏出一步，为着上帝，咱会当安尼来做，因为和好会互咱孤单的生命，搁一代活起来。你敢愿意？若愿意的，咱只是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主上帝，和好的关系，真正会互阮的人生得到欢喜，得到稳定。你照着大卫伫诗篇133篇，嘛安尼甲阮鼓励教师，讲看兄弟和好，三角徛起是何等的好，是何等的安乐。这内面有耶和华所定着束缚，就是永远的活命。主今日透早
阮嘛将阮生命内面迄个无法度过去的关系，无法度赢过的关系，搁一摆交伫你的手中。阮知影会当和好是一个选择。今日透早，阮嘛选择要来倚靠耶和华，通伫即个关系得到和好甲安乐。主，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安尼选择，阮就要来得到你的帮助。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关系顶面，通有你的稳定甲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咱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，信息第282首，信息282首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就因诗，请咱起立来吟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就因诗，小手足千多灵意，一粒心我，一粒心我感谢啊你山羊我羔羊。心中飞鸟，我的梦想，一个了你中我了，青翠草木，你我的窗里，我大力大欢喜。阳光穿过金色那面容，一切我尽心听我，人对你来，那一那依旧，啊，你的祝福我当丢丢。我明了起步，我的主，我领悟，下一步标明那无处，你在那谁里，当我的光下，我的主，心尊名。我心上的我，你爱主耶稣，我的灵魂，你爱的我呀，基督的救赎，你请坐，同学，请交代者来进行。
起立来迎奉献诗歌。请坐。公道，咱来看公道的事项。愿咱时常仰慕主耶稣伫世界上的牺牲，放下咱的成见甲志意，伫主爱中彼此接纳成全。咱为着基体。陆雪英、李佩莲、刘淑珍、辛淑慧、陈丽水、黄淑琪、陈怡君、杨志坚、林以诺、陈德明、赖清光、陈秀荣、李雅娜、林朝泰、林义鼎、林春枝、邱千惠、李念之、陈王兰、许邀，咱也为着昨甲今仔日儿童主日学生活营丰富圆满。为暑假期间，大家有旅游、爬山、戏水，出入平安。那为着丹纳斯洪灾所重创的地区，搭咱的产业，为着警消人员出勤的治安问题，为着咱7月26日，大罢免的浪潮，咱为这个事项，咱回声来献上咱的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听阮的主，你知影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需要甲软弱。这时，阮要特别为教会中的肢体来向你祈祷，恳求你医治心灵有病痛的兄弟姊妹，使我因平安甲安慰，也保守年长的身体健康，互因伫信心上坚强倚靠你，也为伫工作、家庭，也是人际关系中拄着困难的肢体，求主亲自伸手扶持，赐下出路甲智慧，互阮彼此带导、彼此扶持，活出合一的基督身体。主啊，阮也要将儿童主日学的生活营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愿伫这2天1暝营会，会有主日学的学生更加明白主、亲近主、明白福音，求主保守活动的进行，主日学的老师甲学生的安全甲健康，愿你的疼深深放伫因的心肝内，互因一生行伫主的正路。主啊，阮并要为着最近受到丹纳斯台风重创的中南部地区来祈求，求你怜悯受灾的乡亲，安慰失去家园甲财务的家庭，保守
救援甲修复工作会顺利，并兴起教会甲社区的力量，会当伸出援手，互你的平安甲医治临到伫即个所在。主啊，伫苦难中，阮要学习搁较深倚靠你，伫丰盛甲欠缺中，阮要同声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，撒甲基督讲：阮伫天你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传阮入伫刺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报告。本周聚会活动甲当堂职务者，请咱大家注意，那事先来做准备。那大岛的事项，请咱继续来关心大岛。教会消息，本主日感谢龙兴教会许夏斌牧师所带来信息，愿主赐福保守。可无输大伊厝内面人，伫上帝呼召中勇敢向前，靠着基督得胜有存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许牧师，谢谢。那本主日咱儿童主日举办生活营那老师家长学生共有53位参加，地点是到爱悦酒店野柳度假馆。咱2位牧师、金梅牧师、一节牧师拢随队参加。第3点，后主日7月27要举办升级礼主日学升级礼，感谢主保守咱教会的孩子的恩典中成长，在爱与纪律中智慧与身量日益增添。坦克消息，7月27日上午9点45分，情社团契聚会，课程是倾听就是爱，讲员就是杨秀阳老师红黑明色请咱大家来看，唔对请跟进。以上报告，请咱起立来吟信息第512首，信息512首。我能救主耶稣基督的灵魂的慈悲，地被上帝救赎过后，叫人亲像表里，叫人亲像表里，信息我的感动也已达了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兄弟姊妹相甲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要倒变花。